喂喂，喂，牧师麦克风小可较大声点嘛，好无？喂喂喂。主耶稣讲：“我留我的平安给恁。我所享受的平安，不是这世间的平安。所听兄这愿咱用祈祷来到主施恩宝座前，咱来领受伊所享受咱伫圣心内底的帮赞。相尊名，乐主我心，以抓我的光明，乐主我心。相尊名，乐主我心，以传我的光明，乐主我心。相尊名，乐主
我日光明，阿拉主我心，阿拉一生尊名，阿拉主我心。我日光明，在生在生在我心我心。心专人对你表明，生在我的主，生在生在生在我心我心。生在生在我心我心摩罗里，我心专人对你表明，生在我。感谢阿拉的主来，我心欢喜，我可以就拢无惊惊，做啥记得主就拢知，做啥记得主就拢知，的主来，常常感谢阿拉。的主来，我心欢喜，我可以就拢无惊惊，做啥记得主就拢知，做啥记得主就拢知，主来常常感谢阿拉，的主来。心欢喜，我可以就拢无惊惊，做啥记得主就拢
谢俄罗，伊主来，我心欢喜，我可以就拢无惊呀，春夏基督主就拢在，春夏基督主就拢在。常常感谢俄罗斯主来，我心欢喜，可以就拢无惊呀，主下基督主就同在，主下基督主就同在。主来，我心欢喜，我可以就拢惊呀，主下基督主就同在，主下基督主就同在。再惊呀，今仔有上帝，拢无欠啥物，无搁再烦恼，无搁再惊呀，有上帝就够赢，无搁再烦恼，无搁再惊呀，今仔有上帝，拢无欠啥物，无搁再烦恼，无搁再惊呀，有上帝就够赢，无再烦恼，无搁再惊呀，今仔有上帝，拢无欠啥物，无搁再烦恼，无搁再惊呀，上帝就够赢，无搁再烦恼，无搁再惊呀，今仔有上帝，拢无欠啥物，无搁再烦恼，无搁再惊呀，有上帝就够赢，无搁再烦恼，无搁再惊呀，有上帝，拢无欠啥物，无搁再烦恼，无搁再惊呀，有上帝就够赢。咱同齐用诗篇23篇来做咱的祈祷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过。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带我伫安静的水边。伊予我的灵魂静养，为着伊的名，带我行义的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也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伫地，你的腿、你的管安慰我。伫我对敌的面前，你甲我摆设筵席。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我的杯满出来。恩典甲慈悲
的确对我到一世人，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。阿门。一日暗暝临到的时，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咱求伊怜悯咱。上帝独生囝耶稣基督，求你怜悯我。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求你怜悯我。阮来到你施恩座前，阮同心向你祈祷，求你赏赐你的恩惠，做阮及时的帮赞。主，阮伫暗暝的时，阮要伫你的面前领受平安。
主来，常常感谢阿乐，天主来，我心欢喜。我可以就拢无惊吓，吹声伫倒，主就同在，吹声伫倒，主就同在。天主来，常常感谢阿乐，天主来，我心欢喜。我可以就拢无惊吓，做声祈祷，主就同在，做声祈祷，主就同在。来，常常感谢阿乐，天主来，我心欢喜。我可以就拢无惊吓，吹声祈祷，主就同在，吹声祈祷，主就同在。亲爱的姊妹，暗暝来临的时，咱跪倒伫上帝的面前，咱来求讨伊的平安。咱通伸出咱的双手，咱求叫阿爸天父，伫主的内面，咱伸出双手，咱甲主耶稣祷告，主耶稣求你将你的平安赏赐予我。咱伸出双手，咱伸出双手，主求你将你的平安赏赐予我。将平安放入我的心，予我的家庭充满你的平安。亲爱的姊妹，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咱伫咱的头壳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咱家己伫咱的额头顶悬画一个十字架。若是你的囡仔甲亲人伫你的身边，你嘛通甲你的囡仔伫伊的额头顶悬画十字架。咱要常常带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记号。当咱画十字架了后，咱甲耶稣讲：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你的记号要带予我平安，亲像伫埃及地。羊羔的保血，要真侪保守的记号。当你画十字架了后，你伫主的面前献上你的感谢。主，阮知这是你的平安进入你阮兄弟姊妹的家庭。主，阮知，无论阮四散伫无共款的家庭，你的圣神拢保守照顾阮。主，你今仔夜暗，我要带有你十字架的记号。主，你的记号要带来平安，所有黑暗的关系就袂通侵犯。带有羊羔保血甲十字架记号，
你的圣道。主耶稣，愿用你的圣名来祝福所有伫你面前同心祈祷阮的兄弟姊妹。愿主你的圣神保守因对暗暝到天光。亲爱的姊妹，你嘛会通将你的手交叉放你的胸前，你恳求主，伫今仔阴暗，用伊的圣手抱你伫伊的胸前，咱用咱交叉的十字架，亲像老爸抱咱。亲像老母抱咱，咱紧紧地拥抱自己，那么恳求天父上帝，伫今仔阴暗，用伊的双手抱咱伫伊的怀抱。主，阮亲像细囝，都来到你的面前。阮回忆当阮细汉的时，老母抱阮伫伊的胸前，享受阮安稳自在。这里今仔暗暝，恳求你的圣手保守照顾每一个，互阮亲像红鞋仔，无惊吓，安眠伫上帝你的怀抱。主求你，互阮伫你的胸前，享受主你的慈爱。亲爱的姊妹，上帝的确听咱祈祷，咱继续将咱的双手交叉伫咱的胸前。咱心内求讨，咱恳求圣神保守咱。伫即届疫情的扩散，一日过一日，咱的日子怎样，咱的力量嘛怎样。咱来恳求圣神保守，互所有这病毒、黑暗的关系。不但袂通攻击你，嘛袂通伤害你的亲人。咱用交叉的十字架，咱排除所有黑暗的关系，伫上帝恩典的门的外面。咱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咱家己斥责所有对我家庭的攻击，离开我的家庭；所有暗箭的伤害。无得进入我的厝内，因为这个家庭是主掌权，因这所在是上帝平安做定。主啊，用你的圣名，为着阮所有兄弟姊妹来祈祷，求你设立你的宝座，设立你的营座。互你所有的囝儿查某囝，因全然得到主你的保守，无一个人例外。老人、囡仔，阮所有的长辈、细囝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你将你活命的气放伫因的内底，互因对内面有上帝你的大权量。亲爱的这，咱伸出咱的双手，踢开咱的双手，亲像受力架。咱踢开咱的双手，欢迎咱的主耶稣
邀请咱的天父上帝，咱提开咱的双手，亲自拍开咱的气部，咱要大大来呼吸，主的稳定甲伊的慈爱，就要进入你的心内。咱提开咱的双手，咱往咱头前。亲像伫咱空中，主耶稣的十字架伫迄个所在掌管，咱提开咱的双手，甲咱的耶稣相见面。咱甲主耶稣讲：主耶稣，我需要你。主耶稣，我需要你。主你进入阮的家庭，主你的圣神特别大大充充足足混入伫我的生命内底，扫除所有看入我心中无好的情绪、丧向、烦恼。主你的圣神大大混入伫我的家庭，扫除我内面负面的思想。亲爱的孩子，你伸出你的双手向前，亲像牧师咧祝祷同款。你伸出你的双手，亲像牧师咧祝祷同款。你为你的家庭祈祷，用耶稣的名祝福你的亲人，无论踮伫什么所在，为着你的许大人，为着你的亲人。因住伫别所在，或者伫踮伫你的厝内，你甲因提名，用耶稣的名祝福因。你甲主讲，主啊，将我的许大人交伫你的手中，主啊，将我的细囝交伫你的手中，主啊，将我远远的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中。主一人得救，全家得救。我奉你的性命祝福因，互因得到平安。主感谢你。感谢你听阮祈祷，主感谢你听阮祈祷，阮深深感谢你。伫这个暗暝，阮要好好休困伫你的祝福的内底。主你的光照伫阮的心内，一切黑暗惊吓袂通影响阮。主你的光照伫阮的心内，互我上迎知你的听。
一切黑暗惊也袂通影响阮。主你的光照伫阮的心内，予我心上也知你的听。转奉你的圣名来领受你光照台湾，愿奉你的圣名为着阮的国家往你恳求，恳求你的手掌权，互这个病疫情紧紧受到控制。主你怜悯遐个失去亲人的家庭，你照顾遐个住伫病院受治疗受伤的人。主你照顾心内惊吓要来听候疫苗注射的人。主，求你赏赐阮信心，互阮会当讲，阮要好势，恁先注射。主，求你先照顾迄个有需要的人，互台湾紧紧进入上帝你平安的国度。主，这是阮对你切切的恳求。主啊，嘛要用你教阮的祈祷来做阮的祈祷讲，阮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声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灵亲像伫天灵。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过犯，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。无你带阮入伫试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阿们。亲爱的姊妹，愿恁平安，主的平安，甲恁三甲地地，对暗暝到天光，享受耶稣抱恁伫胸前迄种的慈爱。耶稣听你。